身体六大穴位救命穴。没有要上传的，只是做一个动作而已，做这个动作分享的动作，然后来看这个影片的画面截图，然后还有这个学习心得的记录在这个党名里面。党名人体六大救命穴，合谷穴、劳宫穴、脚后跟少商穴、内关穴、人中穴。合谷穴在拇指跟食指之间凹陷处，手拇指、食指之间凹陷处。合谷穴比较容易懂，治了晕厥。然后跳到最后一个人中穴，就是鼻子下面、嘴唇上面，鼻子跟嘴唇之间人中穴，对治休克、昏迷、晕休克、昏迷要按人中穴把它救醒。该送医还是要送医啊。然后又回到第二个劳宫穴，劳宫穴在手掌心附近，在第二、第三指头下面这边，食指、中指下面这边接近手掌心，那个叫劳宫穴，按摩劳宫穴，对治血压骤升。捏脚后跟对治流鼻血，捏右脚后跟是对治左鼻孔流血，捏左后脚跟是对治右鼻孔流鼻血，左右刚好是交叉调换。原来流鼻血是要捏脚后跟哦，那这样左右交叉调换。再来少商穴是在拇指的背面第一个关节那边，大拇指背面第一个关节那个地方，按少商穴，治咳嗽不止了。内关穴治心绞痛，内关穴在这个手掌再下来一条痕，再下来大概两寸左右，两根指头那宽度那左右。劳宫穴按压按摩劳宫穴，拇指跟食指这样来压，然后压一下它放开，做50下，左右手交换做，拇指食指联合按压劳宫穴，用拇指的位置按到劳宫穴，食指是托住下方，劳宫穴按压劳宫穴，对治心绞痛，还可以降心火的是哪一个？可以降心火的是哪一个？劳宫穴吧，手掌心那个劳宫穴。